家好興奮喎，係咪覺得個衰人抵死咧？嗱，我都聽到你哋有笑嘅，咁咧，我又考下你哋頭先有冇留心睇戲先？記唔記得頭先喺《怒安州》呢套戲裏面咧，有一個小配角啊？嚇？係邊個啊？陸文龍咧，佢都喊咗幾聲㗎，都算係梅香 BB 嚟㗎嚇。咁樣咧，話説咧，綠燈夫婦壯烈殉國之後咧，當時攻打怒安州嘅係金國元帥金額淑，佢咧就將呢個2個月大嘅 BB 咧就搶走咗喎，即係攞走咗喎，拎咗翻去金國嗰度養大佢喎。咁啊話咁快，啱啱聽完一隻歌咧，佢已經大個咗啦嚇，過咗咁啊已經16歲大個咗，咁啊就而且咧佢個樣咧仲好似頭先嗰個陸將軍嘅，生得一模一樣嘅，係啦，咁佢長大咗咧就成為一名金國嘅名猛將啊嚇，就今次咧仲受命咧係要大舉南侵，攻打宋國喎。咁當然佢梗係唔知啦，知道就唔係咁啦，係咪啊？但係佢一知道之後好嬲，原來自己一直認仇作父啊！咁大家睇下佢有咩反應咯喎。好啦，我哋請出宋洪波先生，同埋亦都係香港嚟嘅馮妙雲小姐，為我哋演出壓軸好戲《陸文龍反金歸宋》。
放棄我直言。停之路，你聽我講啦。你快講。瓊花妹妹，我恨家仇，但用我略詞，未及自行心理算，想中歸會有一把拳。不論何時去我地邊，當途區付費，從長為愛妹兒，同妹妹睇來後會有期呀。嘿，想壞你個心肝，我係為事情而來呀。哎，妹妹。對你心愛嘅哥哥下此勒手啊！誰要你哥哥妹妹啊？你家是我殺父仇人啊！哎呀，後來令尊之死，壓術既同你講咗啦。若非父王講白，我又怎會嚟殺你啊？哎呀，咁你就中咗壓術佢嘅狡計啦。分明你父王妄加罪名，還說父王狡詐。唔係。玉實個爹爹何受無罪證，豈必要偏痴萬言？勞安州一下戰，是生死關鍵，六是一門功全無，決心見，我父已判死盡忠，哪會故將自己手中算？自己10數年，你又如何冷酷不換全？此事黃叔叔為親見，佢乃精忠為國把心願，義喜無邊。請妹你仔細三思辨了。
下
難道會歸去，又到壓縮身邊？會雖如初，亦即敵我戒心意，怎會背叛國家，從作敵人英血？玫瑰紅，馬可穿。窮芳翠不講富山川，何必自找折磨？不若同歸故園。松亭曾下旨意，抄我家，滅我族，我也是忠我非還要我向
世拼此身驅金兵伏山川。朝東西親伴愛會，共酬朗亂。萬不可，你身活一百單根獨苗啊！還為愛，得可知做得計，結業結間上安高聲。我世人別戀，縱萬里關山隔斷，相愛鐵石能不得會斷。自須他年，你為國家功勳額鐵，少為老妻受光快雪，願安不再望恨我，少時分發破面，我結歡歡笑快不透離劍穿心天，也尋地也分寸寸梅長短。我同追兵，每快走。我當中的哥快走，我哋一齊走。生死不分同命了，每身隨我萬家園。熱血灑，熱血熾，熱血洗清終點。家節是神靈願，錯亂碰了疏亂。不歸要斷，也不見實，只有無錢交誓言。緣分也惡劣，飄過山，終必有個年。共會鼓勇，相信那個從浩天。